黄昏刺花香，慢慢加重快速的笔触，潮湿般同样的模式，从易飞的飞苗中浮现人间世的轮廓，一层再一层层描，涂喷每物的颜料，完成完美的刺花香。无缺后的暗夜，因为幽暗，照见的捏一下夜空的成功。耶稣黄昏刺花香地波做得看到，整个医生佢哋描绘黄昏嘅世界，佢係讓人去觀看，嗰位讓人去了解書寫表達出來，慢慢加重快速嘅筆觸，加對使用嘅易飛嘅飛描中浮現人見識嘅輪廓，人看到佢對看一條大自然景色嘅世界，佢除咗去看自然以外。同時，黃昏佢咪係一個宇宙嘅一個規律，當然佢就會在嗰一擺出現。加對一個過程地步，佢唔單止係對看黃昏一個當下嘅時間，佢同時咪係對看生命嘅時間，佢咪係對看規則人間俗世嘅一個樣嘅。故所其實對正規學嘅耶穌史地步，人做得看到，雖然佢像係一個寫經嘅史。唔過，佢哋單純嘅寫經以外，咩講太嘅歸屬史，佢所去連結嘅一個內涵，而內涵其實咪做得看到，佢用去理解生命，用去理解世界，包括一個宇宙嘅規律，包括生命嘅一個規律，都係由黃昏嘅刺花香共用。佢其實就係當年佢不斷嘅會見出現，韓國啲私人嘅眼中，佢做得當將一層再過一層嘅層描。塗噴每物嘅顏料來完成完美嘅刺花香，加耶穌史當神奇嘅地方係啲親密一團，因為幽暗照見嘅入一下夜空嘅成功，加一片每本耶穌史留為嘅當特別嘅見面，就將正規學醫生對佢參與嘅規則社會運動呀規則養成嘅過程，佢對社會、對歷史、對政治、對當道嘅事情，佢都有佢嘅一個想法。佢哋現實的一個表象以外，我用去看到佢後背我提示人嘅事情，就當將人一下到嘅進入暗夜，佢係一片嘅幽暗。不過其實做得對啊幽暗地步去看到夜空嘅成功，也咪係體現出佢對一種生命嘅認識，佢係對一種自由嘅向往。佢就都呈現到耶穌看起來係一首寫經嘅史地圖。加耶穌史其實沒有其他嘅時空去參與一個厄瓜多嘅非亞嘅國際詩歌節，沒拿到今年嘅一個國際詩人獎。加對2023年正規學醫生也本人推薦去參選諾貝爾文學獎。加人做得對佢嘅詩作地位去看到，就算看來平凡，唔過係有當深刻嘅一個對生命、對世界。韓國規則宇宙嘅一個理解。耶穌是寫這你慢慢是講緊啊，寫你慢講緊都像畫圖樣，緊畫到裡面就變暗布頭啊，暗布頭，暗布頭呢就歸完美嘅暗布頭冇走唔出來啦，就像人體冇自由。冇民主，錯冇冇公平正義嘅一個社會，嗰種嘅社會咧，嗰種暗夜樣嘅，像黑夜一樣，就你沒有辦法找到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所以這樣的一個缺口。但是詩人醞釀深度嘅地方有正向的想法，有光明，有追求光明嘅呢一種願景啊。故所謂寫嚟講過，就裡面會看到神呢，神呢就指引我們衝向一個光明的地方。所以這首詩大概也是談的一個，人類命運裡面，你有黑暗，一定會有光明啊，有光明就會有黑暗，這一種輪迴。那輪迴中間呢，詩人最重要的講，深度的地方一定有光明。